點解捐血者特別需要注意補充鐵質呢？因為傳血捐贈過程會喺捐血者身體抽取紅血球，每次捐血流失嘅鐵質約為200毫克。由於身體會儲存一定數量嘅鐵質供身體所需，只要有良好飲食習慣，體內鐵質及血紅素均可以得到補充。口服鐵質補充劑為咗有效提升捐血人士嘅鐵質儲存量，我哋會為捐血者免費提供口服鐵質補充劑，以加強喺日常飲食中嘅鐵質攝取。服用鐵質補充劑過程中，大便顏色會轉為黑色。另外，亦有機會出現輕微嘅副作用，包括胃部不適及便秘。空肚服用吸收較佳，亦可以喺進餐時或餐後服用，以減低腸胃不適。於服用補充劑嘅同時，一齊進食含有豐富維他命 C 嘅食物，可加強鐵質吸收。避免於服用鐵質補充劑之前及之後2小時內進食茶、奶、咖啡、胃藥或鈣質補充劑，以免影響鐵質吸收。如果有便秘嘅情況出現，可於日常飲食中加強纖維及水分嘅攝取量，亦可以減少服用次數，由隔日一次改為隔幾日一次，亦都可以每星期一次。整個補充計劃就好似儲蓄計劃咁，只要完成整個鐵質補充過程，就有助提升體內嘅鐵質儲存。如果服用期間有任何不適，可以隨時停止服用。咁樣做係唔會為身體帶嚟任何影響。